美国政府甲苹果公司告，这已经是因第三届来指控苹果公司所做的手机iPhone 是违法来打压其他的对手，规个市场因全部拢想要甲浪起来。消息一日出来，这苹果公司的股价是随跌四趴。 3月2日，美国司法部甲15个州和地区检察长对苹果提起诉讼，指控这间 iPhone 制造商独占智慧手机的市场，伤害较细间的竞争对手，也有曲关计销，提出苹果公司所采取的反竞争措施，包括苹果限制第三方数位钱包，也有减弱唔是苹果制造的智慧手表的功能，甲有广泛功能的应用程式关起来，压制行动云端串流服务等等。根据媒体报道，苹果应用商店嘛可能成做诉讼的一部分。这站是美国司法部伫过去14天来第3摆起诉苹果违反竞争法，不过却是第1摆指控苹果非法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的案件。Apple charges as much as nearly $1,600 for an iPhone. But as our complaint alleges, Apple has maintained monopoly pow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not simply by staying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but by violating federal antitrust law. Consumers should not have to pay higher prices because companies break the law. 消息传出来了后，苹果股价利益落4.1%，来到171.37美金。苹果今年累落是落到11%。也针对这件案件，苹果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并且表示讲诉讼若是成功，会阻碍苹果为消费者提供软硬体甲服务的技术能力，扩大政府控制科技发展的力量。事实上，司法部已经起诉Google独占，也联邦贸易委员会嘛针对竞争法起诉Meta平台甲亚马逊。I don't want to say this, but I think part of this is political. I think before the election comes up, they want to have a case almost agains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有消费者认为讲苹果是要趁钱，若无介意会当卖买。不过嘛有人认为讲手机遮尔贵有够咸，也这件诉讼若是成功，可能会致使苹果面临大笔的罚款，并且改变因的商业模式。另外一方面，2日暗时，苹果上海静安零售店开幕，执行长库克是亲身迎接支持者，现场热烈滚滚。静安零售店是规模排伫咧纽约全球苹果专卖店，全球第2大，亚洲排第1。公司新闻，新六八编译。